早晨啊，咁多位，今日我哋又嚟自己一個人返深圳。咁多位，我哋已經到步嚟咗呢個國展站啦。咁但係咧，佢呢一度咧係非常之超級大，我係完全揾唔到。今日要去嗰個展覽喺邊度？喺邊啊？好啦，因為實在咧揾唔到喺邊啊。頭先我要問咗人咧，到底點樣行？揾到啦，呢度啊！好啦，咁多位我哋終於出咗嚟啦。咁原來咧展館咧係叫唔到美團入去食飯，所以一定要喺外面食飯。咁我就喺出面見到有個烤冷麵啦，咁入面攞啲香腸啊同埋芽菜，然之後就煎香晒所有嘢之後咧，就將佢夾埋，再搽啲醬上去，再將佢分件。好食啊！呢個20蚊就搞掂。好，我哋而家出發去揾劉強老師，因為佢哋嘅呢個攤檔有個活動咧，可以參加呢個拉花嘅。佢又唔係叫比賽，拉花手啊叫做。對，現在打點號。它萃取完了要立刻用。幾個小狗，球的小狗。都有加熱風的。今天準備做什麼圖案？先看奶泡再決定。如果打得好，我想拉獨角獸；不行啊，我想拉鬱金香。挑戰一下自己。加點奶，一點點奶勻一下啊。好的。麥穗好緊張啊！本土老狗啊！謝謝。這個圖案我覺得差不多有85分吧，做的還是比較乾淨的，挺棒的。然後線條的清晰度就是還可以再好一點。一個咖啡杯就是這個陶瓷拿鐵咖啡杯頒獎了呢。謝謝。第一個上手就找。謝謝。非常之肚餓，買咗呢個可魯麗嚟食下。佢又脆啊，好熟喎。我而家飲緊呢個係白桃烏龍味。咁我哋而家咧就要出發去下一個目的地。笑死，最後冇去到呢個咖啡展飲咖啡，反而去咗咖啡店。呢個上層個咖啡應該係有落糖，下面佢係一個椰青水。我好期待佢同個椰青水撈埋一齊會有咩味。好得意，好清爽。下面個椰青水甜到好似嗰啲即開嗰啲椰青。好，飲完咖啡，而家繼續出發下一站食晚飯。非常之熱，認真啲聽。仲有啲梅粉嘛。咁今日我哋呢一個深圳之旅就喺呢度結束啦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啊！希望多啲咁嘅咖啡紙俾我周圍去啊！拜。